拼什么你知道吗？拼人心啊，不是拼钞票。民进党来讲一定开机票，对不？你知影要输啊嘛，就开机票。民进党过去都开钱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开什么人的钱？你知影无？咱的钱，咱的钱呢？伊即摆选举嘛同款啊，拢是摕咱的钱去替伊做选。伊咧选举啊，要开机票啊，就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啊开机票先，啥的钱是伊的钱，是咱的钱。过去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随便讲一下啦，南向政策1000多亿啦，什么前瞻计划8000多亿啦，风力发电2兆啦，其他随随便便啦，搞一个高铁延伸500多亿啦。各位，彰化县的预算1年才多少钱？您刚怎样？您刚怎样？彰化县的有算一年就偌济？唔知影。你拢唔知影，安尼袂使。因为我等你甲阮讲。我也唔知影。做得成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知道，精密的这些模具组啊，它是属于高科技的，可以把彰化整个提升起来。第三个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彰化人自己要争气，自己要争气。其他的关系，建设到有够好，啊，基本上你看彰化馆，我每一次到彰化县来看，我都觉得彰化有好多的资源，好多的土地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拢无开发，你才要活，拢无做建设，所以你比不上台中市啊。那你到南部去看高雄怎么办？也比不上啊。桃园也比不上，新北也比不上，台北市也比不上。明明这里就有100多万的人口，明明这里就有好的土地，明明这里就有好的人才，但是就没有做好好的规划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支持我们王县长，好不好？好。支持他好好做建设，支持我们的议员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家绝对需要咱家己的地方委员，咱家己的立委，才有声音重要。我看哦，各位柯城坊好不好？好。是人才？是人才吗？谢玉凤是不是人才？是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谢玉凤，我看到她最可爱的一点，她就是有一点腼腆，但很谦虚，但是都笑嘻嘻的。恭维嘛没炮轰，恭维就实在。这样的人很关心，又有过去在地方上的基础，这样的人才会起来。重要。我看哦，各位柯城坊好不好？好。是人才？是人才吗？谢玉凤是不是人才？是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谢玉凤，我看到她最可爱的一点，她就是有一点腼腆，但很谦虚，但是都笑嘻嘻的。恭维嘛没炮轰，恭维就实在。这样的人很关心，又有过去在地方上的基础，这样的人才会起来。